上父，大人请来姑母，得正视他，快做所在伺候。是。二人在哪里？婆婆，你看二嫂。对了，红队加油！红队加油！二人快回来！二人，加油！追！我们回去了！对了，二嫂这么大了，玩这么团玩，不好好读书。是啊，是要叫他照顾老婆，好好管管他了。是啊。加油！嘿，对，二人，快去放下，不要让你姑母生气。哼！二人，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大人，姑母，二人要娶富家女子，福气比你好啊。是啊，二弟是该去媳妇了。是啊，姑娘，我们是该照做安排。请姑母用手在。嫂嫂，大人，你们看，姑娘，姑母，请把思想小礼服，卡谁家教把你砸，媳妇也寻人妇的，也用回宁北为文家。三母，你为什么这身打扮？婆婆，大人，你怎么不管管母亲？娘亲教诲一公道，他一向精彩不均，风高。
命去安生神，去年月圆见山上，三五众人把大奔，神来登，苏州登我心上。娘子，面要冷了，姑娘请用素斋。好。啊！哎呀，什么脏东西！哼！你看，你真心捉弄我出家身？不是我，怎么不是你？姑母卖公地了！既然太不小心，快去还来！是啊，快去还来！先到庄家取点钱，回来跟他算账。走。姑娘，姑母，姑娘是姑母，你不要生气，姑娘子，姑娘，姑母，姑母，你不要生气。三如他母亲给家冥顽孤乱，只能当尼姑，你为什么不应我？姑母，母亲，这都是他上姨母的旨意。这个乡下老太婆说啥？我老妹子说，哼，少见你这么之间的糊涂婆婆。你们娶她女儿，坏了小李府的名声。母亲，姑母，我们跟人家已6年不来往，三无情了，并无过错啊。是啊，他还算小人为少。是啊，是啊。哼，等着看，这位儿人的亲事遇不得你们了。这次张永福的女儿娶过，那才是个好姑娘。张老板，万家贵客来了。哦，贵客来了，张妹有礼，还礼，还礼，请。不知小莲夫人与大小姐光临晚膳，如何吩咐？请讲。来他当闺女好强，你我几人两情啊强，却又杀了是王大凡，迎娶的女儿一枝你都是开门见山好说话，只顾你儿子要成家，女儿是我心肝肉，我是狱中的来狱中吧，堂上名字欢喜响，小人的女儿不愿嫁。老张，大小姐，你当初见我情绪而人子，发财起家，今天你看不起我小脸妇，哼！你要拉婚，我向袁太爷告你。不，大小姐误会，我不管拉婚。
两里言不管。若要娶我女儿，必须以我3章。就是300章，你只管讲来。第1章，我女儿家长多，亲王至少要3件糖类。母亲，我3户就搬之后屋平房，上出这3斤糖类。好，我答应。第2章，我女儿娇生惯养，要领路上班，婚信不断。小莲父王供养得起你女儿，你放心吧。第3章嘛，我女儿有被家压的时候，她一不做家务，二不伺候你婆婆。要是我女儿脾气不好嘛，你可不能责怪她不孝，骂她不孝哦。你女儿一点也不牵挂，姑娘，我些都答应了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好，就入了娶亲，接亲银子与我承担。大小姐妙大在处，小女托付。告辞了。请。姑母，不送。告辞。小春哎！小姐，你这个死丫头，你耳朵聋啦？小姐，不要打我！哎呀，谁打你嘞？告诉你啊，小姐我啊要做新娘子了。恭喜小姐！哼，这个老太婆还不知道我的厉害。到时候她要是背起婆婆家子，我就饶不了她。你这个泼辣女儿，弟弟，远近几十里谁管娶你？今朝弟弟我算计你找到了婆家，到了俺家你可要老实点哦。哎呀，弟弟！不知安小莲夫怎么做？你找谁呀？我要找的是安大人。他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继父。你是继生弟弟？你是三五姐姐？
弟弟，快随我回去吧。不，我可不愿意见你。不不，他们都不在家，快来吧，来吧，不来。弟弟，白姐姐坐一会吧，我叫你去沏茶。不，我要走了，走走呀。想当初一并是谁遭我闻？你婆婆开设脸面不回魂，令你做他同样心，三桩大事要议。第一章神魂不在银瓶里，第二章不许女儿上娘门，第三章两家从此不来往，为的是母亲在家怀名声。最可悲，莫凭三寸想念你，想安家多次写信无云信，可怜母亲伤心事，小弟我切记起难生。到此来摆拨起来，撒播音只想你同胞济济问爱，听啊也来难忍，我的父亲啊来。心弟弟呀，3年前不能奔母上，急急
姐姐我平安无事，国小的我也就放心了。姐姐，我要走了。姐姐送你，哎，来，弟弟，我问你，不知你那继父对你可好？就教多三层，是我年事时父。可他母亲死后，他也一并身亡了。弟弟，你是仅单身一人，要到哪里去呀？小弟今番上京赴死，但愿弟弟保重哦。多谢姐姐，告别姐姐等罪去，扬眉吐气我再来。妈，你再去拿点东西送你等走。姐姐，你身体可好？还好。啊，咦？弟弟，你考中以后早点告诉姐姐。哎，姐姐不要送了。弟弟，把这带上，什么？这是姐姐的一点心意。姐姐，弟弟。姐姐，母亲临终时叫我接你这8月节子。姐姐，记性是玉，永保坚贞。阿妈娘，阿妈娘，不是儿子阿妈娘，阿妈娘，嫂嫂她腿呀，暖你，在江边推推摸摸，我看见了。快走，走，姑姑，走呀，走呀，姑姑，走。你还知道回来？清正，刚才你到哪里去了？是宋弟弟，秦伯伯死在什么弟弟？是表弟吧？不，是我亲弟弟几岁？嫂嫂，
他娘家晚育身亡。你这贱人，你娘家没有人了，哪里来的野男人冒充弟弟？婆婆，这是我同胞弟弟几岁赶考路过，得来团亲。既来团亲，为何不虑啥问，匆匆便走？他说你老人家讲过，短时往来，所以不吃茶饭便走。那为什么要随我安家的东西？这是啊，你借他什么东西？快讲！我怕弟弟缺少半寸，任他一代之花，12文银。哎呀，谁叫你自作自招私人银子？可怜我良心极低之人，万望步步关谁？宽恕。阿弥陀佛，他哪里来这许多私房钱？大人，母亲，是不是你把教唆的所需银子私给你老婆了？哦，不，母亲，孩儿所需银子全都交给母亲了。你不给他，他哪里来的银子？婆婆，这是儿媳实质真心多年积下来的4万银子。你来当东阳戏的时候，叫你立下规矩，叫你穿衣吃饭不许结私房。嫂嫂，人之小事，敢吃是大。野男人究竟是在？儿子，过来。姑妈，你说，哎，阿妈娘，我好像听他叫姑姑。不，我叫他弟弟。万一病症，阿妈娘。你把水伸出来，贱人，谁给你的戒指？婆婆，你讲！对，要说清楚，快去叫他回来。官人，快去吧。官人，我弟弟的罪状已经开走了啊！姑娘，可把我气疯了！你叫我是无处置于他。你们听着，这种小脸妇的丑闻，再也不许传扬出去。他说不清楚，不尊敬大人之望，关进魔王滚我去。对，大人将他关进魔王。走吧，娘子。官人，官人，我冤枉。
娘子，啊，娘子，你快趁热吃吧啊，快吃吧。乖仔，你要相信三五并无不端因为，你要拒绝我啊！娘子，叫我是否拒你呢？只要传闻不照样出去，慢慢的，这就母亲饶了你啊！大人，快来！娘子，我走了啊！哎，二少爷，你来了快哈！过走啊！二少爷，里面请用茶。二人请坐，侬也来了。张先生，小伙子眉清目秀，哎，要叫我啥人了？来，坐。客官，请用茶请。我昨天答应你母亲嫁女儿，她一定高兴吧？哎，她不高兴啊？难道不喜欢我女儿？哼，算了，哎，啥你阿爸不要误会，跟你说不要紧，别人面前千万不能讲。我嫂嫂推亚诺人哦，哎，姑母走好。我会按当去，只要保持小脸夫名节，我会替嫂嫂做主。多谢姑娘操心。亲家来了，客堂里坐。请。不用了，告诉你，我女儿不嫁了。为什么？你大舅是在叫寡妇子女，推野男人伤风败俗，他在这里，我女儿绝不过门。老张，你滚刁难！大小姐列过贞洁八方，难道你不以为耻吗？你是去准备喜事，这里由我做主，你等着看。好，等着看。告辞。母亲，传闻传开去了，这叫我是何是好啊？姑母是何是好啊？你们俩都在我来。实要96了接儿臣娶媳妇。大人，你先将许氏把前程许了。大人，事到如今，只有依从你姑母把三妇休了吧。不，母亲。孩儿乃为小儿郎，少年家道谁见大？母亲身上有多病，多亏了三父侍奉老高堂。67年来负大错，今日做事太鲁莽，千不是人，万不是埋上婆婆生死亡。如今是人去所有难对正法，姑母怜他平时不生
母亲，你杀了他吧，杀了他吧。儿啊，要是我杀了三五，你兄弟娶妻无望了啊！姑娘，我为难死了。哼，你们母子奸污绝对，这个不祥女子本来就不该做小李府的媳妇，我要她在暗道忏悔赎罪。哼！大正，你要做小李府的孝子延伸，快些许死！不，姑母，快些！大人，你就听姑母的话吧。母亲，恨死他比我
得不对哪个头？新年过初当媳妇，不嫁女，不应该当作奴婢嘛，不拉修。妈，你错了。去年表哥表嫂愿望，大姨妈是不是听你？对个，可惜有耳根太软，去相信个短命尼姑，责怪三姨。所以叫你去劝劝他。非要老三老四，走。哦，三夫，表嫂，三表嫂醒来。啊，三夫，三夫，快醒醒！表嫂三夫醒醒呀！哎呀，哪能是三夫来司令的心事啊？三夫醒醒！表嫂醒来。雨梦里，焚火花。三夫，我不是侬娘。娘，三夫，我不是侬娘，我是大正的三姨母呀。是啊，三姨母，三夫。正当相亲都是开灯，小脸送进衙民间故事演三部，少女为何受折磨？我愿古今相思词，今我爱情家老夫人，快把这碗粥吃下去吧。谢谢小春，谢谢小春。老夫人，你快吃吧，快吃，快吃吧。老夫人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你还是好吃呢。你儿媳在大厅上大吃大喝，这样虐待你老人家，我看不惯。轻点，小心他听见，又要挨一顿多打。我不怕，可怜的老夫人，她是个死老妇，你要把她娶进门来，她把你手头钱财吃光用光打光，把你到下等人死活。你受苦了。
下了言，事情懊悔都来不及了。买房媳妇是夫郎，对他不够来往只信他人来宾里相亲姑娘当他。好啊，小春，你这个死老太婆，你尽管退让。你不要欺人太甚！老夫人，你这样，老夫人，你这死要女七里八位，孩子哎！娘子做啥？去拿鞭子来，我打死这个贱人！快打！老夫人，打死你！你娘子，不要！要造反了！母亲，母亲，你受苦了，接到娘心恩将苦，我心意茫茫归路途，西到安当起过梦，不上亲娘受折磨，母亲。走进房房心发火，满瓦头早去过。妇女不孝下地狱，来当你娘的老婆婆，可怜嫂嫂受了苦。阿弥陀佛真在顾，姑娘。哭什么？江山旁为小林夫妇，人不配做婆婆。万里风流香花舞，家中正气祝你过。不测这是我来做，想你的有我遇过。血口喷身扫盲我，恨死儿子爱对我，还不还来张永福？休书太尉张全国。不用叫了，张美奉陪。结果不是穷山户，当马说这是家国，是非二人不爱情。我就带罪林佩夫妇丈人阿爸，爱得同穿一条裤，我要去过康老婆。大人，跟我到官府告上去。你滚！那个不想张老夫，七人万言不能动，吩咐女儿下了水，不当衙内当民工。快打！母亲，你怎么了？母亲，天哪！母亲，让我去死！母亲好了，母亲，我们去好了，大两二两，两位好媳妇，丰收好年景，帮我个小婶婶回到娘家去，丈人咱们看了笑嘻嘻。快去，快去啊！娘，我去接茶人许的。伯伯，厨房里等的小地盘，你去。好。
娘，我去把丈母烧房子。是你自己趟去三五妹妹去。好媳妇，侬真想得周到。表嫂，妈妈，你请我吃啥？你呀，回来带魔术堂接你去。都是小人的儿子媳妇。好，快走，快走吧啊！不娘，两位妹妹，去我们回来啊！早去早回啊！要当心最好啊，最好，最好啊！小丫头，进去烧饭去。看他们拥有高楼和家欢，想起那死里生家心也欢。为什么那边人来这边暖？想起了修书一子还牵绊。三姨母，哎，汤来了，啥人来了？大臣。你来做啥？侬今日与我三夫，侬来做啥？三姨母在场，受大臣一拜。爸妈非要罢来，我们侬来做啥？姨母，家中大事要与姨母商量。侬屋里娶亲出去，两桩大事，啥个辰光来等我商量过啊？非要来找我乡下人，找侬才子二哥商量去。姨母，三姨母，可怜我母亲被恶血虐待，已病倒磨亡。我老阿姐病倒了，以死以报，自作自受。三姨母，亲娘被恶喜虐待下磨坊，东吴受气病在崖上，帮扶一用自私生不在，烧饭子呀他烧焦米饭，结果呀当铺外在泡饭当，亲娘快等病家中，想你的亲妹在笼上，来求你姨母今生去，张口娘亲佛呀调里再看侬可怜相，侬先回去告诉侬娘，等我最后就来。多谢姨母，多谢姨母。我先走了，我走了。三夫，侬现在想大成了？
去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怎么私闯民宅？我家丫头到这里，你把她让到哪里去了？什么丫头？我没有看见。没看见，就是你们说什么？就是在哪里？喏，在这里。出来！去！不许你欺负傻女！你是什么人？你不审审我，我审审你，张老虎！既是老夫就要吃人，去你妈的！走！走！救救我！走！姑娘，放开！放开！娘子，这些东西都是让你阿爸喜欢的。咦？你这个死老太婆，滚回磨坊去！母亲，你不要害怕。你这泼妇吃阿婆婆天理好在啊！你也过得一样了？哪里来个乡下老太婆，好大的胆子！老虎追过，还要屁股头看看吃用来，胆子死头高！儿子，去拿鞭子来！娘子，他是啥姨母？快去！什么啥意思不？叫这个乡下老太婆看看我的厉害！娘子，来鞭子来了，鞭子来了！我要打死你这个老太婆！哼！那两只畜生，眼睛粗黑，看不清啥我是啥人。骂侬儿人小畜生，娶了老婆断了娘，绣花针头一包草，没头没脑没天涯亮。骂侬其人没教啊呀，黑心黑肺黑肚肠，无法无天吃老虎娘，对婆婆子模仿，今朝还在我的手啊，看侬真敢再唱啊光，看着我出生痛，出生，出生，你不要凶，我回娘家去叫我弟弟来，叫张永富来，我等着。娘子，我们快逃吧，快逃吧！儿子不要紧，我叫弟弟来教训他们。喂，你们可是儿人去过？我是儿人，他叫曲姑。你们外人明了，到远衙里追一趟。哎呀，我妈妈没办法，冤枉！少年为官出上身，将毕业时须认真，导致外面放几斤。兵大人人完拉倒，好，我先要为民伸冤。若报真，母亲，不好了！儿人去顾外生命，为啥进衙门去了？母亲，儿啊！这两个孽种，活该！侬快点杀！大人，你到衙门去打听打听，究竟两个畜生还啥命案？是。哎，我认得你恩大人，是啊。袁太爷叫你到衙门去一趟。啊，
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呀。你没有办法，怕什么？走，是，走，我走。是。我把那二人去过出身问，他二人死不承认杀小臣，恰问臣积极陪送无踪影，记得我立刻追上安大大人，人，俺须得到。算他进来。是。圣约安大人及父母官大礼村北。安小人，可知本官为何传你吗？这可是为屈姑二人办生命有哦。问你自己所作所为，你可知罪吗？哎呀，大人呐、三元道书自理你，规矩上报啥事也非。须得是为治理你，先要问你可求情。去年中秋在大理，生日三五是我去。你去啥雨去过壁，哪个高来哪个低？去过妇女不孝顺，难比我三五演得呀去。花期演得这可惜，本官表彰魔女衣，算他敬仰文将心。啥不便登门拜访你言亲。好事情况偏离去，当时觉得离本官问你为何不答？禀大人，三父他已不在家中了。他到哪里去了？哎呀，大人啊，三父并无过错，只因不明不白之事，我被必须是将他休了。什么不明不白之事？烈里告他是人乱之人了。难道他没有辩吧？他说正与宝利寄生，基的象征又有何罪？不见寄生本人，难分真假。你到本官是谁？我就是沈寄生。原来是旧的呀！谁是你的旧的？大人，多少年来，我姐姐在你家中吃尽辛苦，受尽委屈，她深信于我，金莲虽作，严明记地，即日却说，她虽冤枉，无端虽说，
你明知可逆，却不辩驳。你毫无心过，休了我的姐姐，真正的可恶！本官愿你3天之内交出我的姐姐，还则罢了；啥是交不出我的姐姐，哼哼，本官饶不了你！禀大人，今有沈家村民女赠书一封，送她出去。是，走。原来是此。来呀，在，快去捉那杀人真凶张永福。是。审他威望是有2名作证。明女沈三夫身上，沈三夫是我姐姐的笔迹，是我姐姐的笔迹，姐姐。请问这里有一位沈三夫？真是大人，请。姐姐，姐姐，既然是你，姐姐，弟弟，你为亲娘争气，骨肉出山了。小弟出身名门，多亏姐姐指点，姐姐随小弟大力传拜。弟弟。单姨母是我救命恩人，你要拜谢众位兄嫂妹子。多谢众位兄嫂妹子，不管当，不管当。请姐姐署上，随我上轿回衙。多亏老妹子手留3步，今朝我亲自接她回去。好。呀，已经呼叫来了。是啥人的轿子了？好啊，这下子我老太婆里又等你闹来，你们慢慢走，我先回去看看啊。三夫，母亲，你回来了。喏，三姨母大人，原来他也是三夫的亲兄弟呀，真好。三姨母大恩大德，随手人几声一拜。我老太婆不敢当，侬这些年。是接他回衙，他在内房梳妆。侬走，我进去看看。三夫，三姨母，你回来了。大姨母，你们也来了。哎呀，大娘二娘。今日喜气临门，我来迎接宴席。母亲，这位袁太爷就是我娘子的弟弟呀。哦，正好，我们是亲戚一家。哼，说在我的姐姐，我也亲戚一家。
我的姐姐与你们何关？弟弟，姐姐小弟扶你上轿。不，我家娘子，你需要阻拦。娘子，我那严德的好娘子。莫怪娘子生冤人，被人杀是不该养应。几里情深真人良，负对梦冤受却生，实难违抗娘亲命，三通喜气来分分。今人真只把岁神心意忘，凝聚力一起上家做家门。娘子上去写打心意人，上房爱去留我身，名字可念你不改变，谁人哪怪我是后生？修书还在难消恨。你是乡中里凭心生，看见姐姐好不亲，话在小弟同意。去买媳妇好媳妇好。莫怨儿郎呀怨我，我不是做糊涂人，不该干脆言媳妇，迎郎实实是伤身。梦里心中来送他一口鸡汤千万斤，金不去为夫意，且想着收拾衣衫陪我迎。
要坐在北观音。姐姐，不要去理他们，我们走。哎，娘子，嫂嫂，嫂嫂，可怜可怜我们吧。姐姐，将你们送回释放，还来作甚？嫂嫂，是我们害了你。三姨母，那两个我出上，拿来做啥？跟我来。据三姨母劝嫂嫂与姑姑好，回去吧。老妹子，我求你啦！求你大发慈悲。三姨母，三姨母，这儿向你跪下了，你去求你们吧。三姨母去。三五，我的好阿奴啊！三五阿奴小小气，骂我个张老面皮。听我叫兄老姐姐，侬不该门行的破烂肉的去。只要媳妇品德好，哪能门第高有的？做婆婆总要爱媳妇，真把凤凰来当草鸡。得真是她大小姐，年轻丧夫当女人，我倒有点可怜你，青灯孤到变心里，一个怨气恨三五，何苦出山好夫妻？大人都是懂道理，要跟亲娘分是非。这大小人好名气，哪可轻抛遭空气？杀气再对活宝啊杯，3块河水杀是非。老干没有说错的，莫往事再困死啊你。大女的上下和睦家里人，敬老爱有自家媳，一家人亲亲热热亲到底，哪怕做皇帝，哪怕做皇帝呀，也没有这种个好风气。从今以后，我一定像爱亲生女儿一样爱媳妇。三姨母，你让我带她回去，一定爱护娘子啊！慢慢叫，让三五先跟几声为呀。啊，三姨母，让他们往那基地团聚几天，你们再带轿子去接三五，先到娘家，又到婆家，不好吗？啊，好，娘子，再多3天，再多3天啊！你呀。